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孝经讲法师，是尊贵的三度古仁波切的弟子。这一期跟大家继续分享马明大师的上师50颂。今天会从第35颂开始说起。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从31颂到34颂，说的就是包括我们讲怎么在上师面前应该如何伺候他了，应该怎么尊称他的名字了，在他面前就是我们做的方式应该怎么样了，这是前面讲到的。但是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恭敬上师的这种方式。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这是我们恭敬上师的方式分成8个部分，就是现在就是重新跟大家再提一提。比如说我们要供养供品，我们要把它设为佛，我们要听他的话，就依教奉行，要去照顾上师本身和他的眷属，上师的物品和他的眷属，然后净化我们是世俗的行为。然后上一次讲到的是供养身礼义，就是用我们的身礼义来对上师表示一种恭敬。那接下去的第35颂开始呢，我们要讲的是主要是讲的是断除我慢。Abandoning pride. Now the 7 divisions of cultivating respect for your guru, the eliminations of arrogance in front of him. This has 3 subsections. First, abandoning arrogance when taking orders from the guru. The second, abandoning arrogance when listening to discourses, and so forth. And third, eliminating arrogance in all actions. 那这个呢，是他说。现在来到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恭敬上师的方式分成8种了。来的这是第7种，第7个呢就是要断除我们，就是断除一种骄傲的一个意思。他说这个断除骄傲呢，就分成3个小部分，就是3个小节。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要听从上师，就是就听从上师的指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断除我慢。那第2个呢，就是在聆听佛法的时候要断除我慢。第3个呢，就是在平日的一种做各种行为中呢，要断除我慢。Abandoning pride through following commands. Abandoning arrogance when taking orders from guru. 那这个第35颂就是下去我们讲的第35颂，它主要是说，当我们就是从听上师的指示，听上师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断除就是骄傲这种态度，就是断除我慢的意思。第35颂。When asking for a guru's advice, first announce why you have come. With palms pressed together at your heart, listen to what he tells you without letting your mind wander about. Then, when he has spoken, you should reply, I shall do exactly as you have said. 那中文是先请合作上师令，说全遵照上师令，双手合掌心而意，乐心意持呼鲁令。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请求上师的建议的时候，那首先呢，必须要先道明来意，然后双手合十在胸前，就认真去聆听上师所告诉你的话，不让自己的心绪到处漂浮。然后当他在就是回复过后呢，我们必须回复他说，我会完全根据你的嘱咐来做事。First, check the sincerity of your wish to work for your guru and your ability to do so. Go to him with folded hands and ask reverently, Can I be of any help to you? When he does ask you to do something, listen to what he says without arrogance and with folded hands. When he has finished speaking, say, I will do as you have said. 他说，在我们前去上师，就是去到上师的跟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检查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真诚、一种诚恳度，就是我们有
就是有多大的意愿要这么做，然后要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这么做。那检查了，然后我们就到上司面前呢，双手合十，就很尊敬的问他说，我们能够帮到什么事情吗？我们能够我能怎么帮你？那如果说上司那时候回应说，就是他给了你几指示，就是关于你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听他所说的，而且呢态度必须是没有骄傲的，没有傲慢的态度，而且必须双手合十的。那当上司就是讲述完毕过后呢，我们应该就回应他说，就是我会完全遵照你的话去做。那这是听从上司指示的一种方式。那这里的重点呢，就是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听上司指示的时候，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其实要非常专注。那上司所说的每一句话呢，我们都要认真的聆听下去。而且听了之后呢，这是我们之前就是在前去找上司去听他的指示，接受他的指示之前，我们首先都已经要检查自己的真心，自己的诚恳度，要检查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这样。所以已经检查自己本身的意愿过后呢，当我们去请，就是去问上司说我们能够说做些什么，而上司说了，那我们就必须就是说我会遵照你所说的去做，而不是就是跑到上司面前问他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然后上司给了指示过后，我们再来推三推四，那这样子是不行的。那如果说你会前去找上司问他自己能提供什么帮忙，那就表示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而不是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那就不应该这么说。那这是对上司的一种尊敬的方式。那接下去这里是36说。After doing what your guru has told you, report what has happened in polite, gentle words. Should you yawn or cough, clear your throat or laugh in his presence, cover your mouth with your hand. 中文有效数十上司前，应当折一手遮口。若有完事，摆上司，当无得意，软语鸣。说当我们在在执行上司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就是要跟他报告进展，要用一种非常礼貌的、很温和的一个语气来向上司报告我们的一些工作上的进展。那如果说在上司面前，我们想要打呵欠呢，或者是要咳嗽的话呢，应该要清喉咙。不是，如果说我们要打呵欠或者是要咳嗽，要清喉咙或者是要笑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用手呢遮住自己的口，不让自己的唾液就到处乱飞。Whenever you smile or laugh in front of a guru, cover your mouth with your handkerchief or hand. If you have the speed, you should take your handkerchief out slowly. 当在上司面前，无论是我们是微笑或者是大笑，应该要用手帕去把自己的嘴巴好好盖住。那如果说我们必须要吐痰的话呢，那应该要轻轻的、轻缓的拿出自己的手帕。When you have finished doing the work he asks you to do, with reverence, fold your hands and tell him, "I have finished that work." This too has at its source the ornaments of Vajra Asana Santra. 就当我们已经完成上司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应该很尊敬的双手合十，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您所吩咐的事情了。”
他讲就是这一切呢，其实也都记录在《金刚藏庄严序》里。Abandoning pride through listening to religious teaching, abandoning arrogance when listening to discourses and so forth. 这个第37颂，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37颂。第37颂呢，所说的是，当我们在聆听佛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断除我慢。刚才讲的是，就是说，当我们去聆听、去听从上师的指示的时候，要断除我慢。这个是聆听佛法的时候要断除我慢。第37颂。If you wish to receive a certain teaching, request 3 times with the palms pressed together while kneeling before him with the right knee. Then at his discourse, sit humbly with respect, wearing appropriate clothing that is neat and clean, without ornaments, jewelry, or cosmetics. 第37中文，静心前来欲听法，上师前座具威仪，心身一等规律正，合掌前跪应三请。When listening to teachings,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mindfully, dress properly, sit in a very subdued, well-composed way, and keep your behavior in check. When asking for a special teaching, kneel on your right knee and with folded hands make the request 3 times. 那这个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去接受一个特别的一个教诲，如果说我们想要请法的意思，那我们应该就是要双手合十，用右膝盖跪着，向上师提出3次的一个请求。在参加他的开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很尊敬的去很尊敬的。很端正的坐着，那所穿的衣服呢，也必须是很得体的，至少是干净的，干净而整齐的。那身上呢，不要佩戴任何饰物，也不要化妆。All the great sublime beings attain realization by cultivating perfect Guru devotion. Since we too want to attain realization, we should also know these things. 说一切所有伟大的就是菩萨众生的，他们得到证悟呢，得到觉悟，都是透过正确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上师依止。那既然我们本身也想要有得到这些觉悟的话，那我们同样我们也就应该跟从他们的方式。Just as the great sublime beings of the past, Milarepa, Dzongchen, Kiduk Rinpoche, Geshe Chengewa, and so many others cultivate the proper Guru devotion, serve their Gurus all their life, and attain high realization. So should we emulate these great beings and cultivate proper Guru devotions, as explained by Vajradhara. 那金刚总持呢，有说到，他说，既然过去的这些大师们，比如说米勒日巴啦、中敦巴啦、克久杰仁波切啦、格西钦厄瓦啦，还有等等很多，他们就是都是透过，都是因为有很正当的、很正确的上师依止心，他们很好的去服侍，就是一辈子都在服侍自己的上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得到就是很大的一个觉悟，很正悟。那所以我们呢，也应该跟从仿效他们的例子，就好好的培养正确的上师依止性。那这是金刚总持说的。In the Lamrim Chemo, Jade Rinpoche explained how to practice Guru Yoga. First, we prove to ourselves that the Guru is Buddha, through logical reasoning and various quotations, thus becoming fully convinced that our Guru is indeed Buddha. Then, seeing that our Guru is Buddha, but in the aspect of deity we practice, our Guru Yoga practice will be effective. If we try to practice without this recognition, we won't achieve anything. 那这一段讲的是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宗喀巴大师有解释，
要怎么去就修持就上师瑜伽法。那首先呢，我们必须怎么说呢？必须透过一种合理的一种解释方式，去证明，向自己证明我们的上师就是佛。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证明，我们会逐渐的也就是越来越相信，就是上师是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视师为佛的话呢，那么我们所修持的任何上师瑜伽法呢，就会是有效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视师为佛的话呢，那我们的修行就将不会带来任何成就。So since we all cherish ourselves and none of us wishes the slightest of suffering, we should really try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as we do have high regards of Milarepa, we should try to emulate him and the way he cultivated Guru devotions. Milarepa cultivated proper Guru devotion with Marpa, and Marpa with his Guru, especially Naropa, and Naropa with Tilopa, and Jontopa with Atisha. To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is, we should read the scriptures that explain about Guru devotion. Then when we practice medi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roper Guru devotion, interdependently our realization will increase like a waxing moon. 他说，既然我们都如此珍惜自己，然后我们当中也没有人是想要有任何一丝的痛苦的。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尝试去做对的事情。而且呢，既然我们对那些大师，诸如弥勒日巴啦等是非常恭敬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去尝试去仿效他们。那弥勒日巴呢，对上师培养出很正确的一个上师依止心，而马尔巴呢，对自己的上师，尤其是那鲁巴大师，也有正当的上师依止心。那鲁巴大师呢，上师是蒂洛巴，中敦巴的上师是阿底迦尊者。那他们呢，都是个别对上师都非常依止，这些都是一些大家很熟悉或者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To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is, we should read the scriptures that explain about Guru devotion. 那如果说我们要真正明白它当中的内容和意思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去阅读那些有讲述关于上师依止心的经典。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就培养这些的话呢，当我们在练习就是在禅修的时候，如果有正当的上师依止心，我们就很快呢就能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觉悟之类的。Rahul say during the final decline of the doctrine, although there will be many practitioners, few will actualize the end because they will lack the necessary skills. Only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perfect Guru, deity, and Dharma. Only those who cultivate the perfect Guru or deity and Dharma protector will be able to actualize. 那热罗易师呢，他说到，在末法时期，虽然将有很多修持者，但是能够真正达到最终的成就的，其实是很少的。那达到成就的话呢，你的基本条件就是你必须有很完美的上师依止心。那如果有这些上师依止心的话呢，我们的佛教护法了才有可能帮我们就是帮我们去实践我们的目标。Therefore, when we request teachings from our Guru, we should approach him in a composed manner, kneel on our right knee, fold our hands and request 3 times. Also in his presence, we should wear proper, clean clothing and not wear jewelry or try to make ourselves beautiful. 因此，当我们就是向上师请求开示、请求教法，或者是请求某些修持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用就是就是根据一个正确的方式和控制的一种行为来这么做。那应该在向上司求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我们右边的膝盖应该是跪下的，双手是合十的，而且就提出3次的要求。然后呢，而且在上司有在的一些场合呢，我们的衣着必须要是很正当的，至少必须是干净的和整齐的，而不佩戴那些珠宝啦，或者是不佩戴珠宝，也不化妆。总之就是不要去特别把自己弄得很漂亮。那这个是37颂，所以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37颂，36、35颂呢是就是当我们去问上司有什么命令、有什么吩咐的时候，所该做的事情。你第36颂呢，就是说在上司面前呢，我们无论是叫啊、咳嗽啊，都应该用手把嘴巴遮住。好。那上司叫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去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就也应该好好去很礼貌的去报告。那第37颂呢，就是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断除我慢。但是这一个在第37颂，刚才也给大家举了好些例子，包括从菩提到次第广论里宗喀巴大师所说的话等等。那主要呢，其实是如果说我们常常去看这些大师们如何依止上师的故事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鼓励。那好，这个37颂就分享到这里，那下期再跟大家分享第38颂。在结束之前呢，我们一样就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就一切功德，利所有众生诸法弘，使弥至尊上人名称世，说是佛法，信了诸圣教。我愿世之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常有圣正法，并以得功德圆满后，顺手证得金刚持佛位。愿以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30，以此相属2之意，祈愿三回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我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故，妙三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为教法聚光照三月，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